型好威風今季4歲，在姚本輝馬房評分由64下調至60，上仗於跑馬地4班1650米跑入一直第3，今仗於跑馬地增程1800米出戰，改配奧爾文負135頂磅出戰。該區於6檔出閘起步後，順利於二碟較前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，抽出外碟展開挑戰，在最後200米一度領先下力抗掌聲。最後在好地至快地時間1比48.96及末段24.18，以第3名過終點，僅敗於香港神駒和掌聲提下。在全日草地偏快步速下，該場以快標準時間快11線。這情況下，此區在前置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，頗為出色。賽後報告表示，該區接近1000米處時，在搶口之際向內斜跑避開見測精英及收慢。根據上述情況，此匹4歲紐西蘭馬今季才初見成熟，負頂磅也能保持爭勝機會，質素不俗，相信在跑同程或升班負輕磅後仍有極具爭勝能力。密切留意，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，多謝。波爾多神驅馬鈴響尾4、尾3位置攞出去外邊啊，妙算其勝啊！尾內欄紅衫嗰匹係三江飛輪啊，暫時墊後係香港神驅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符好啊佔先嘅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有爆笑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型好威風啦，咁啊再喺外邊上神驅馬鈴馬林中間呢，仲有呢隻就係掌聲啦，外邊追妙算其勝，最出仲係香港神驅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型好威風鬥緊掌聲嘅時候啊，最出香港神驅喳喳聲已經湧咗上嚟啊！接近終點大外檔衝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。